男左女右吗？我不要调啊。嘛是同款。啊，查甫唔是应该你会看吗？无，安尼应该是安尼，哦因为然后有分男左女右，反正一直行3步就好了。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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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请问饲水鱼俗语咧讲做饲火鸡，啊，若是查某人饲缘投的少年家，俗语是安怎讲呢？乌狗，应该是乌狗吧？乌狗兄，乌狗兄，较早人常常讲什么乌狗兄缘投，应该是乌狗。是乌狗，是乌鸡。啊，你举例来讲，甲饲查某应该叫饲乌鸟啊，啊，伊好饲火鸡啊。对啊。应该。啊是你感觉是饲火鸡？婚叫啊，没有，他是说那是查某人，因为迄叫混混啊。啊，不过这是查甫人的。即嘛是查某人应该是饲乌狗。嘿啊，饲乌狗，饲乌狗，饲乌狗。你觉得靠近几多啊？确定吗？好，确定饲乌狗。好，咱来看一个，饲乌狗对唔对？哎，你看，金鱼哦，金鱼哦，我头拄啊食你的饼哦，有甲你提醒啊。对，来，不要紧，2000尔，咱看这边，来，老师机会来啊啦。尴尬咧，金鱼还是粉饺？金粉饺无可能，因为粉饺吼，咱这个节目很高尚，无可能为迄个鱼是叫出来。老师行为对，是金鱼，是金鱼，是金鱼对唔对？恭喜哦，你中2000咯！就迄就是那像，甲迄个金鱼吼，饲伫咧水箱内面吼，啊，甲迄个缘投的少年家吼，甲关咧慢慢来欣赏安尼。